伫台中的清水有一群少年人用在地故事，互游客认捌这个所在。下回暗时7点半，青春台内网带大家来看清水少年人的故事。当年的大港闹事件是台湾人信仰当中真重要的庆典，嘛是袂少外国的观光客来参加。不过，要安怎互外国人深入了解咱的宗教文化？清水区有一群少年人成立文化团队，举办小妈祖的活动，加做艺术文化的宣传前锋。进前我带外国朋友来看妈祖的时阵，伊拢会足好奇讲，行伫迄头前的迄阵头有无？所以我办这个大甲妈的交流活动。This is treasure. Many other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lost this. You still retain it. The only place where actually Chinese tradition still goes on. So, please go on. 台湾的水都要互全世界知影。成员除了成做国际职业的桥梁，团队还阁培养在地囡仔，成做小小导览员，加入社区认捌故乡。家乡的故事都要互囡仔家己来讲。就足紧张的，是因为面对的拢是无熟悉的人，你嘛会惊讲我是毋是有讲毋对啥，拢有存在感，因为你讲的是别人毋知影的，你就该分享这个代志，互因知影搁较多。结合清水好食好耍，甲文化传统的小旅行。这群少年人向外，把台湾文化推向国际，互囡仔从细汉就认捌家己的故乡。接来，伊嘛会为清水出发，要互更较侪所在讲出因的故事。记者吴永芬、黄金俊台中报道。